新竹的德北伫去年开始就伫咧暗时试验市区车路自动驾驶巴士计划，这站这第一阶段测试已经完成了，对峙是开始要换做日时无载人试验。到时阵若准伫咧车路看到自动巴士，也提醒民众爱保持安全距离。自动驾驶巴士豆豆驶入高铁停车场，车身有打自动驾驶试验车的标识，见到的民众佮专工停落来，甲看真足。 对这台车拢感觉真好奇。听到有这种电动的这个公车的部分，其实还蛮期待的，想要去尝鲜一下。我会想坐，觉得挺方便的。会害怕吗？不会吧？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夜间试验的自动驾驶巴士，自2时开始进行2时市区无载客的测试。 路线是对高铁新德站出发。这条路线会从高铁新竹站出发，然后经过竹北市最精华的路段，然后从文心路、光明六路，然后沿途会经过新瓦屋、喜来登饭店，然后终点到庄敬北路的 AI 智慧产业园区。官方讲说了，若是顺利完成试验，希望今年6月开始，会当正式上路载人客。 如果试验通过之后，我们6月份就可以正式来载客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里程碑啊，同时也是绿色运输的一环。官府提醒民众，第一路的若是看到自动驾驶巴士，爱记保持安全距离，万唔通超工去干扰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